路加福音第21章，預言耶路撒冷被毀。當你哋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，就可以知道佢成為荒蕪嘅日子近啦。嗰時喺猶太嘅，應當逃到山上；喺城嘅，應當出嚟；喺鄉下嘅，唔好入城，因為呢個係報應嘅日子，要使經上所寫嘅都得應驗。喺嗰啲日子，懷孕嘅同奶孩子嘅就苦啦，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喺呢個地方，都有憤怒臨到呢個百姓，佢哋要倒喺刀下，又被擄到各國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，直到外邦人嘅日子滿啦。